好来，乡亲继续来看，有一台中国籍的抽沙船到澎湖七米附近的海域违法来抽沙，海巡是派出着2舰2艇来围捕，再加上空勤直升机来监控，这台中国籍的抽沙船唔敢介绍，国家甲偷采来的400多吨的海沙，拢搁倒转去。这个违法的船只，马上押到高雄的兴达港来调查。 中国的抽沙船油锅内底乱，海巡的兄弟发现了后，马上转水炮控制，并且要求停船检查。请立即停船配合检查，立即停船配合检查。伫车山的透早，有20多只中国抽沙船伫咱澎湖7米外海违法抽沙。伫警告了后，这只中国的抽沙船海航5679还阁无煞手。 海巡署不但派出高雄舰、澎湖舰，还阁2只顺风救难艇，佮加上空勤装备直升机，还阁特勤人员要来抓人。已经违反我国的专属经济跟大陆交通法，请立即停止作业。伫成功停船扣押以后，先按照检察官的指示，将因盗采来400多吨的海沙，全部拢回填到台湾的海域。这只海航5679号的抽沙船，甲船顶的10名人员，原来拢去海巡的舰艇押登去高雄兴达港做进一步的调查。敢若是今年1月到5月，海巡都已经伫台湾附近的海域赶走1576只中国抽沙船甲运沙船。目前原来已经提高注意，24点钟拢严密监控，要来维护咱台湾的主权甲海洋的生态。